将近50年前，台语的文化还未完全受到广播电视法束缚进前，有真侪电视、电影，拢用各地头传奇的故事来编剧。打鸟冤话、南昆新之乱、金城川是我的故乡，台中对上客。这个歌的原主唱人拢是当时足出名的男歌手赵桥。今日心所爱的歌的节目，邀请赵桥本人现场要来开讲。我也要请朋友先来听，甲伊真知己，一位早期的作词作曲家，目前广播界的头人林义杰，讲因两个人的交陪甲感情。伊足爱写歌，嘛足够创作。他后期连都写较济。早期吼，因为拢日本曲，日本曲所以整理你的了，这个日本的这物件就是添词尔嘛吼。尾后伊有弄一个做石桥唱片，伊有家己有开唱片公司啦，伊开的唱片公司，当然伊歌手的阵容较无强嘛吼，个为爱唱歌的人咧找无门路吼。总是有时候这也是一个好的出口了，安尼所以伊收集的歌收集足济啦，讲实在，在他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看伊的唱片啦，伊所制作的应该是都蛮多的了要几啊10张，好几十张我看应该都有了哈。我今嘛在讲的是讲，他的唱片公司到现在好像一力不摇，还有给他们在出，伊足爱教学生啦，嘿啦，伊都这世人都热爱歌唱嘛，所以伊也都做到这地啦吼。伫个感情路顶面，我是看伊敢若较会跋倒啦，其他就还好啦。歹的代志也无啥物新闻通互听就叫这算老朋友有几句话若要讲话足济啦。第一点较接联络的感情的代志拢爱较接联络的第二样就是讲有事没事家庭这囡仔嘛爱加减甲伊联络这是大家老朋友这个情看开吧。再来就是讲，希望你佫想要创业吗？佫有想要训练歌手吗？我嘛是甲你支持啦，若有机会，就是安尼。而且嘛，希望讲你会当未来，会佫较好。第一上重要就是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双人清心来到，南开一庙，香客人山甲人海，大家笑开开，夜香在拜拜。哎呀，南开一五府千岁，无美人发财。人相亲相爱，情话不敢讲出来。开真，大家爱来。恁有困难，替恁来排解，替恁排解。你我双人清心来到。南开真庙，景色迷人又可爱。坐在开山亭，讲话讲袂停。哎呀，南开真五府千岁，无美人清心。人相亲相爱，小弟故乡来
拜拜。好愿过远，人爱，人开心，大家爱来。你有困难，替恁来排解，哈哈，替恁排解。我双人清心来到，人开心，庙景色迷人又可爱。坐在海山亭，讲话听，哎呀，人开心，五分千岁无比恁清心。人相亲相爱，小弟故乡来拜拜。好愿过远，人爱，人开心，大家爱来。你有困难，替恁来排解，啊哈，替恁排解，啊哈，替恁排解，啊哈，替恁排解。啊哈，替恁排解。轰动1970年代，南昆新之乱，长线义大，台中对上剧原主唱人，名作词作曲家赵桥老师，竟然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开讲，老师欢迎。你好。老师拄踏入艺界迄当阵，哎，台语歌的起草算歹啦，无介好，无像较早顶演的文学红迄种遐好。啊，你若还佫有迄个机会讲，会当安尼唱片一地接一地，啊，佫写南昆新之乱。南昆新之乱这个歌吼，其实迄毋是为庙人写的，毋是啦。哦，南昆新是庙嘛，但是迄阵是黄俊吼，影青黄俊，你知，伊拢做导演嘛，去南昆新拍片，去遐拍片，算讲电影叫我写这个南昆新的歌，啊，所以南昆新的歌。我迄阵伫遐是为电影写的，毋是为庙人写的对吧？我大部分吼，拢有掺杂公司的这个沟通啦。我了后就我家己做呀。我你讲歌声吼，迄个我独资的啦。啊个即摆真书条这种我独资的啦。我早期我录真侪间啦。中华唱片啦吼，啊，佫有一间是，有拍，迄阵是拍一支电影，就，迄个为了一张车票，啊，电影歌吼，内底是拢我唱的，啊，有唱迄个电影主题歌插曲，有个吉他，迄阵有唱一条歌叫《绕舌啊歌》啦，迄个李老师，李金锁老师。迄个词是伊写的，啊，迄个曲是老师咧歌曲，老师咧歌是声曲改的，啊，所以迄阵是那种小姐较水哦，迄阵我唱的歌，迄个名是安尼啦，啊，所以迄条歌我去高雄金日歌厅做秀的时候，就是我拢会唱啦，因为迄条歌较热啦，到台顶较下啦。所以我有一天我去咧唱吼，伫唱别条歌，我算上台啊就对啦。啊，迄个台卡的观众吼，一直喊啦，喊讲哎，就叫我唱一点老实来啦，唱一点老实来啦。我讲哎，迄阵中外唱片就小姐。较水哦，因为你歌词都有讲啊，小姐较水，啪哩啪哩啊。系啦，小姐较水哦，啪哩啪哩。啊，所以迄条歌了后，我等来台北吼，甲李老师讲吼，这歌吼，
爱来改名，改老实啊歌。伊讲安尼好哦，所以尾啊伊我嘛有搁听录。这条歌换名了吼，煞大家收真录呢，足侪人录过去呢。店嘛有唱，搁郭台成、郭老师嘛有唱。迄阵我有甲黄俊导演拍一支电影，就为着一张车票，迄嘛有唱片，迄主题歌就是拢我唱的，就是内底其中我有穿插迄个小姐较水哦，小姐较水哦，那是李金锁写的词，所以我尾也出去做秀，我拢算离不开这条歌啦，我一定拢有唱这条小姐较水哦。咱听林义杰台长咧讲，较早原底你是爱画图呢，安那今日来音乐界，安那今日来台语歌坛。上早我是伫迄个戏园伫画电影广告、电影广告啦。迄阵我是伫画图就对啦。了后，迄阵我电台伫比赛，我就去参加。参加结果几日摆我拢得冠军嘛。了后西洋唱片，伊拢咧听迄个中广的节目，伊听到我去比赛拢得冠军，伊就拜托人来找我。尾啊，伊就去做时，就改这个12寸的啊。较早细地嘛，细地一边4条歌，即马了后就改一边5条歌，就做大地。阵我开始伊要叫我甲伊合作的时，要录的时我就讲咱换来做大地好啦。迄阵做大地是有国语社类开始，迄个台语歌界迄条。苦酒万杯。苦酒万杯，对，苦酒万杯，伊迄阵就是改大地唱片，我毋捌甲这个唱片公司要叫我录，我就讲，无咱即马原来来出大地拢出几集的，卖一底，因为迄种出细底啊，搁拢一边4条歌，搁拢3、4个唱，一条拢唱2条尔。无专辑啦。都无专辑哩。尾我毋知甲讲我若要录咱来录专辑录大地。你头一地，你伫西洋录什么歌？即迄阵我唱一个叫做《都市谈》，都市谈啦，迄个算主歌啦。迄阵我就即个西洋唱片，西洋唱片就开始甲我录，结果录迄阵就出大地，出了反应袂歹，即摆因这唱片界大家都纷纷议论，讲哇，西洋唱片即摆有一个新歌星，做石桥，迄阵迄个林春福你知影就是迄个宏观唱片的头家，伊去嘉义唱片行头家甲伊讲着我的代志，了后伊才讲无你会当甲石桥讲叫伊来找我，所以迄阵了后我就去来台北找林春福，伊就叫武文甲我制作，迄阵就一直甲我录足济啦，录个就一直出来。你录宏观有倒一寡歌？最后一封信啦，迄就过境我来关，迄阵武文就叫我去唱连续剧，连续剧就是中视一出来做英雄胆，英雄胆，叫我去唱主题歌，了后我就开始伫甲武文配合烽火雷电一阵风。一定拢嘛是原来武文写的歌啦，迄阵我迄阵算拢喺嗰啲做歌手啊。你有一条作品叫做《长线的耳达》，我先请陈思安姐来唱这条歌。等下听你讲这条歌安怎样写出来的过程。
心爱的人，每日心茫茫，为一回爱流浪陪航，不知日头红。长山的吉他陪伴我，叮叮当当马可暗，放下了伊，说希望追求着心愿。伊到声，伤心爱的人。长山的吉他安慰我，叮叮当当叫你名，为着要找你一人，艰苦也不惊。伊到声，传出我心声。国情啊，伫咧讲有当着啊电视电影的连续剧，一半摆啊人咧看有印象，毋过经过5档10档，是主题歌啊，佮保持咧迄度。老师迄个时阵吼，连续剧的主题歌唱足济，电影的嘛唱袂少。你讲像《南昆新之恋》即个歌，甲即马搁咧实行，甲即马人也搁咧唱啦。哦对，南昆新之恋吼，其实这毋是南昆新苗人叫我写叫我唱，是迄阵啊电影，电影就是我咧讲，黄顺导演吼，迄阵伊规支片拢伫南昆新拍，迄阵伊才叫我讲，甲写一个歌吼，互伊做迄个电影主题歌。其实我迄阵写的是毋是写南昆新之恋，我是写伊个电影内底吼。有一个剧情吼，男女主角少年的男女主角，伫迄个因的花园遐啦吼，迄个苗林的花园啥，伫遐敢若安尼咧耍咧佚佗安尼吼，咧走小玉者安尼，哇，迄中间就是咧放一条歌，就是咧放这条《南昆新之恋》。所以我这个歌有人毋知影，拢讲我是为苗人写的，其实我毋是为苗写，是为电影，为电影写的歌，为电影唱的歌。你若要讲唱这个连续剧的歌啦，其实我唱足济啦。你像咱家己有一个民雄、打鸟、弯月，迄个鬼仔厝迄间就对啦。迄阵嘛是有拍电影，做打鸟弯月。迄主题歌嘛你唱？主题歌嘛是我唱的，就是迄个家己即个民雄迄间鬼仔厝的故事。
啊，所以迄阵即个歌嘛算发行吼，发了袂歹，啊袂歹，所以了后我嘛是搁继续唱，拢唱电影的歌啦。老师，还有一项，哎，你拢唱迄个地方的歌，你头拄我咧讲，金声川是我的故乡嘛，你唱的。哦，金啊，声川。还有哦，啊，还有迄个客家13英嘛是你唱，迄电视连续剧。迄连续剧，迄是洪流吼主制作的啦。台湾的这个一世纪歌，大部分我拢有唱过啦。老师啊，有人讲这条歌，原来红了后、迄度了后吼，有帮助到庙的香火较旺盛，敢有影？应该是有啦，因为其实我嘛真罕去迄个所在啦。伊咧拍电影时，伫南军新伫拍电影时吼，其实我嘛拢无去。啊，迄阵要写这条歌，我嘛拢无了解伊个环境啊，哦，就是了后，因为迄阵拄电影咧配音吼，哦，去伫迄个录音室咧配音，电影咧配声就对啦吼，咧配音的是因迄个啊做南军新的主持吼。有来找黄俊台北，迄阵拄好伫即支电影拄好伫录音，伫配声配歌啦。啊，伊迄阵其实我毋是写安尼啦，就写讲，哦，敢若写讲真快乐吼，伫遐咧佚佗咧耍，迄个词大概就是安尼。啊，就是因南军新的即个朋友来吼，啊去看阮咧配音，伊讲啊。这条歌真无彩啦，应该吼来写甲南军新有关系啦。啊，所以迄阵我来个改歌词。啊，歌名嘛改啊。头啊，毋是南军新志愿啦，迄是迄阵配电影的尔啦。啊，配电影啊了，再个改南军新志愿，哦，内底遐环境拢甲唱出来安尼。伊个南军新五虎千岁。哦，啊后壁还有一个讲，迄个叫做囡仔讲，哦，囡仔讲万善爷，迄条歌吼，嘛毋是因叫我写的，嘛是电影，迄阵是连续剧啦，哦，囡仔讲，迄条歌我再个写出来，再个做，哦，拢说比甲南军新有关系啦。你头拄我咧讲电影、电视的连续剧，你唱遮济，啊，哪会想讲到尾啊，我家己跳出来做唱片的头家，家己经营唱片是啥物心理？其实我咧做歌手迄阵吼，我已经就跳槽足侪间个吼，拢有叫我去录，哦，到皇冠啦，吼，啊新黎明唱片啦，哦第三洋啦。哦，是中外唱片啦吼，因拢有叫我去录啦，啊，所以迄阵了后，我毋知想讲，这个也做唱片业吼，了啊，那安尼就是我会做了吼，我毋知开始落，我拢无叫人投资啦，我拢家己做安尼来，啊，家己，我想啊，我家己做就较省咧。免人买歌，我歌我会使家己写啊。哦，其实迄阵我还佫足少咧写歌，迄阵拢还佫做歌手啊。哦，了后我就家己签一支叫做歌城歌城唱片。哦，歌城唱片迄阵我就叫老演员吼，来录。哦，啊佫国语的汤家豪，哦来录，啊就开始。迄阵就开始我家己经营的对啊，啊所以迄阵仔发了吼，迄个老演员迄有趁钱啦。迄阵我小人所讲，做了袂歹，我就搁录搁发，做了袂歹就小人所就甲出3集啦，老演员3集啦。啊了后，再去接到迄个蔡真啦，我蔡真人叫我甲制作，哦甲制作一个你不爱我爱你。老师，咱知影讲你开始制作唱片，
家己做头家了，原来引进几路的人入来业界。一个是蔡锦南，搁一个是较尾站的唐飞。老师啊，尾也是有个什么缘分，你去熟悉唐飞，啊去叫伊讲爱写《痴情大西港》这条歌。其实伊也未出来灌唱片，也未唱歌吼，特别行这条路的是啦，吼，迄阵伊就已经家己去迄阵这个海里唱片吼，伫这个海口吼，卖了啦吼，迄阵就伊就拢甲遐有熟悉啦，吼，啊，迄阵我就定定去因遐这个海里唱片遐吼，海口遐，吼我嘛定定去啊，啊就大家作识的，啊作识了后吼，这个唐辉伊就定定来起来台中找我，安尼来吼，伊才开始一直行这条唱歌的路，安尼啊了后，吼伊所唱的歌吼，嘛我甲写真济啦。大西港的歌迄阵，我就甲做3、4条啊啦。伊的歌吼，敢若这痴情大西港关的大西港的歌吼，要几啊10条啦，系啊。
倒转来到1970年代、80年代，名歌王赵桥老师开讲。老师，你做歌声唱片了后无偌久，蔡振南老师就来找你嘛。我会记得迄个时阵，你专工甲做一集，搁用伊的相片伫咧封底。啊，迄时阵吼，啊，搁无人捌你呢。啊，你是安怎熟悉？蔡振南伊咧做无啊，就无啊工厂，吼，咱咧伫迄个无啊工厂，啊有请一个会计吼，小姐，迄个名做尹依依，迄阵就是蔡振南吼，伊家己会弹即个钢琴，而且电子琴啦，吼会弹电子琴，会弹电子琴，吼啊拄好即个尹依依会唱歌，吼。啊，伊算讲伊头家伊先落，伊互伊请，啊，因都两个对音乐拢有兴趣，因就开始那闲的时，伊就去琴，互因伊唱，蔡振南就对啦，啊了后，迄阵咧，因两个起厝就讲，啊无咱来写歌，啊，迄阵开始，蔡振南伊的写歌就是为即个因伊请即个会计才来，啊，所以迄阵咧写，因有写4-5条歌吼，就其中迄个主歌就是你不爱我爱你啦，啊，迄阵其实迄条歌嘛真好听啦，啊录我甲用我公司歌声唱片的公司来制作，啊，甲伊出版，迄阵是咱爱申请咧。爱申请这个歌爱报起嚟吼，啊若有通过吼，你才会使出唱片咧，安尼咧，啊结果这条歌无过，佮讲这条你不爱我爱你吼，袂使电台袂使放下来，啊迄阵去台北录音的时候，我拢会带去这个闽南面黄俊，去甲黄俊熟悉。我去遐坐，啊，所以了后，迄阵即电影公司即制作人吼，伊毋但会来找即个蔡振南，啊，大家都因迄阵就我就无眼插啊，迄阵蔡振南就甲因遐夹，甲因遐电影遐啦，啊就落去拍一支片，蔡振南拍一支片，会做男主角咧。系啊，蔡振南做男主角嘅，系啊，啊了后，迄个蔡振南就开始一直想讲要行这条路啊，伊迄个做无好嘅工厂就无爱做啊，啊所以迄阵就开始专心拢落去做唱片啊，拢咧行这条路啊。拄开始蔡振南老师咧写歌嘅时阵，听讲恁两个拢会互相研究，你有安那捌甲讲用什么？音落去写歌，较会对，对无？对啊，对啊，你即摆讲一句就对啊啦。啊，所以你即摆来甲注意即个歌曲吼，的歌若有迄度的歌有好听的歌，一句的尾音拢一定毋是咪就是拉，毋是咪就是拉。啊伊来听我讲啊咧，伊到尾啊，哇咪拉的歌就拢写出来，伊就安尼开始迄阵伊就开始一直做啊了，有兴趣啊，安尼啊。啊，咱讲到这当阵吼，啊，搁一条足要紧吼，竟然还袂讲到啦。我先互朋友听，刘嘉莹来演唱《台中对上桥》，等下吼来讲这条歌创作的过程。相比，心相比，故乡点点来离开，因为是有了情理，牺牲自己放下甜蜜，忍耐着一切，目屎甘目去。伤心甲伊来离开，永远难忘台中市，怀念的台中市，
予我流连千万年。心稀里，心稀里，看天念念的星闪烁，想起是为何介意，相亲相爱依咱离，如今才知影，彼事讲几堆。害阮孤将着离开，美丽可爱台中市，怀念的台中市，予我流连千万年。心相记，故乡点点来离开，因为受了情理，牺牲自己放下甜蜜，忍耐着一切，目屎甘目镜。伤心甲伊来离开，永远难忘台中市，怀念的台中市，予我流连千万年。招桥老师伫现场甲咱开讲，老师较早轰动有着家己的代表作遮济，今日有真济下辈现场唱出来，甲你表示心肝内的敬意。亲像这条台中对上曲，原来自少年就一直流传到这当中。这条歌吼，要写进前，我讲这个故事吼，这个台中对上曲吼，因为我唔是台中人嘛。我是嘉义人嘛，所以迄阵我讲这条歌咱写甲台中有关系。李胜老师我有叫伊写这个台中对上曲，台中对上曲这个歌词就跟我有关系，迄个歌词就是我要离开台中的时阵。所以我迄个歌的进前的音乐就用这个火车声，所以阵就是讲要离开台中，真唔甘，所以就台中对上曲这个歌，迄阵我开始一直唱这条歌，我去做秀嘛拢一直唱这条歌，所以迄阵这条歌伫。这个歌坛迄阵算讲玩得袂歹。你家己伫台中遇到啥物代志，会对台中遮尔唔甘？是甲所在的人分开敢是？就是有男女之间的这个感情，分开，尾来再搁结合，搁结合起来，迄阵才唱这条歌来，就台中对上曲啦，所以这条歌反应算玩得袂歹啦，了后就最基础要来录的时，伊讲这条歌伊有介意，我讲有介意，你嘛会使唱，安尼所以尾啊最基础嘛有唱，台中对上曲，结果迄阵啊唱的时，说去着我唱的哩，这就歹讲嘛知己的人讲你感情较有跋倒，讲你感情上敢若较丰富。这原来甲你搞写歌，
惊业界有牵连哈。讲起嘛会使安尼讲啊，这人的这个做伙吼，就是讲，唔是一定就爱结婚爱生吼，才会使熟识啊。哦，就所以迄阵我甲一个小姐吼熟识真济，吼，按就是大部分拢是对音乐有兴趣。对歌有兴趣。老师讲到艺生，咱嘛知影讲，伊家己原来写足济作品，有，包含讲有真济歌，到尾啊，人无声咧唱，嘛拢你搁甲捡起来唱。伊伫台中追上曲，哦，我甲拍了吼，伊家己嘛真欢喜就对了。伊讲这条歌吼无简单啦，好，写你的故事，我搁会当拍甲安尼吼，我感觉真欢喜啊，我直接安尼来。伊足早就已经拢离开去啊！啊，尾手大家拢唔知影伊的做人，甲伊的作风。张艺兴吼，伊伫台中开音乐教室吼，开足济间的啦，唔是讲足济，一届开足济间，伊就刷来刷去，吼，拢是咧教歌、教唱歌，吼，所以迄阵我会。甲看落来，讲你尽量写歌，你的歌我尽量我甲你用，哦，所以就讲，迄个时阵我家己还无咧写歌，我家己迄阵我嘛还无咧写歌，我写歌一开始是为南军新集团吼，开始我才开始写歌，哦，所以南军新集团后壁吼，迄个写的大部分迄阵，我大部分拢我家己写的。老师虽然讲是家己人，不过尾啊，伫台中真发挥。我知影台中县进前的黄仲生县长，佮有讲你是台中县之光。就是我在做歌吼，就爱为台中人写歌啦，哦。那你讲你就知影这金声川是我的故乡，哦，这就是为台中写的啦，哦。台中写了后，我就写为南部落来，哦，南部就开始甲每一个所在我拢有去写歌，哦。老师，我知影你本姓姓卢，卢清源，哪会去号石桥这个艺名？这石桥吼，其实迄阵我要号这个名吼，就是想到无名啊通，唔知要号啥物名啦，哦。了后吼，我才想讲，日本有一个交幸夫，你知嘛？交幸夫你知嘛？足出名。足出名嘛。迄阵伊会使讲，我是伊教伊的人，所以我对伊印象真好。伊的作品，甲伊的唱歌唱法，我拢有去甲放着，所以迄阵。我毋知讲我要来号啥物桥吼，毋知讲无干脆就号石桥就好啊，石桥人较会记哩啊，原因是安尼嘛。你是当要加入西洋唱片的时阵，才开始咧号艺名，敢是？我嘛是比赛出来咧，较早我就是甲蔡咪咪拢伫咱嘉义中港，迄阵我拢伫比赛，迄阵我嘛得冠军，伊嘛得冠军。我伫遐迄阵还未冠唱片，伊嘛还未冠唱片，所以迄阵中港嘉义中港涂淑珍甲蔡秀珠，因伫遐咧主持，拢是唱歌的节目，会使讲安尼人山人海啦，所以了后我去唱，佫这个蔡咪咪唱，伊。算比赛的人足多嘛，伊也得顶，我也得顶，所以迄阵蔡咪咪是民雄人嘛，因老爸住民雄，迄阵拢伫民雄。了后伊嘛有落伫后尾开一间歌厅，迄阵伊拢还未冠唱片啦，所以去比赛这人就我上早出唱片。迄阵迄个西洋伊上早发现讲这石桥声真水哦，
才叫伊来落吼。啊，出唱片了后，无偌久，当时啊，蔡咪咪讲，我去学写雷，甲因家己的迄个王启昌老师教一阵查囡仔，迄阵查囡仔伊拢我带去，本来迄阵查囡仔，迄个因有人弹的嘛吼，有唱做歌手的，迄阵迄个歌手吼是啥物人？是殷丽云的，毋是蔡咪咪的，所以迄阵因迄个五花板吼，就是迄个蔡咪咪伫遐写雷大概甲因带去。老师，你原底石桥的桥有一个木梨坪，尾啊，这几年哪个提价？我进前较早甲人公家做事业人别人甲我公家拢较好啦，我拢较歹啦。有一工就是一个相命师原来算有命的对啊，伊甲我讲，伊讲石桥你迄个桥迄个木莫用，你迄个木若用你若甲人公家头路你拢无好，别人拢较好。所以伫遐来，我就开始讲，安那好，我即么即个石桥即个桥无我平，我要甲摕掉。所以迄阵我就迄个石桥就无用无我平啊，是安尼来的。今仔日专工来，有心来啊！伫咱心所爱歌镜头头前，甲阮印一个流乱的手印，老师唱。用一手啊，两手，来两手。老师唱者，安尼会使。会使。一时风，驶一时阵。一个年代的台湾歌，有一个年代无相像的面貌。不过我相信石桥老师写遮尔济无共地头代表性的歌，一定会经过今仔日的节目，互搁较侪少年辈的观众朋友，你爱听，你记会着，未来你搁甲流传出去。感谢老师，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谢谢，谢谢。今日真欢喜，多谢。当来咱这个节目大家。